在信仰中的愚拙中經歷上帝。請曾牧師。親愛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再見，歐巴桑，願你平安。真歡喜你今仔日都來得堂做伙做禮拜，耶穌聽你。咱做伙來祈禱。願命的主，阮做伙聚集佇你的聖殿，阮佇這個所在來敬拜你。你互阮佇人生中間會通認捌上帝你的榮耀，也互阮佇一生中間有主耶穌做阮的主，才做阮的穩定甲幫贊。阮佇主耶穌佮我的聖主日，阮做伙聚集佇禮拜堂，阮要學習聖經的功課，也通過聖神的幫贊，阮要成做一個有智慧的人。懇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，閣一擺，互阮得到主你權能的話，也得到聖神的幫贊。主帶阮目睭也走無看虛假，互阮會通認捌佇這個世間最寶貝十字架的道理。懇求天父上帝對阮每一個人講話，特別對阮的囡仔講話，互阮的囡仔佇細漢就因為敬畏你、認捌你。因為人生中間大大有仰望，也有智慧。只想天父上帝，阮主聚集佇你的面前的時，阮奉你的性命來宣告，這是你的聖殿，是你聖神降臨的所在。人要因為你的同在，毋免通過言語，人的心要得到充滿。阮佇你的面前，將今仔日的敬拜，恭恭敬敬交佇你的手中，懇求主你的聖神甲阮三甲地地。阮安尼懇求祈禱，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這個月底，南投教會要紀念教會牧師。牧師真歡喜有這個機會，因愛我講一個佇伊教會牧師110歲，伊拄今年都滿110歲，是咱佇台灣教會真受人尊敬的一個牧師。這個教會南投教會嘛，用伊做教會的這種的榮耀，感覺講有這個士大人。對南投教會來講真重要，因有設立一個叫做教會牧師的紀念講座，所以仰望會通過這個講座，少年的下一代通知影講，因的教會有士大人，因的教會有一個真讓人尊敬的一個長老，嘛是牧師，應該是講牧師甲醫生啦，所以喺呢個中間，我一直在想講，這個人的一生有什麼種感動人？其實我也未準備講道之前，上帝讓我知影，教會牧師最後一篇講道，恁敢知影迄個講道伊用什麼做題目？恁有個人可能對教會牧師較熟的人，恁應該捌聽過牧師講，教會牧師這一擺講道，伊的題目叫做“為主做工人”。什麼人要管你做工人？咱車用囡仔要大漢，咱攏嘛愛叫伊巧人，憨憨甲袂白將，連這也不要計較。愈巧的人愈夠計較，什麼是工人？什麼是巧人？關鍵啊！這個聖經對兄弟姊妹，咱有種顛覆性的智慧，就是講看起來唔對，但是實在是對；看起來是對的，卻是變作唔對。這叫做吊詭真奇怪。十字架的道理是真奇怪的所在。今仔日牧師要甲咱講兩個功課，兄弟姊妹千萬愛放佇你的心內。第一。佇凡事的頂懸認主最大，佇凡事的頂懸認定上帝，這就是今仔日的箴言。箴言這3節的中間，伊講着凡事頂懸認定上帝，佇大事小事頂懸認定上帝，佇咱人生中間，伊掌權，伊成就。認定上事的上帝的意思就是講，我一生的財前，我一生的將來，我一生的運勢。我的產業，我的婚姻，我的就業，大事小事，上帝你說了算話，上帝講了准上，這是第一個功課。牧師要請咱今仔日做禮拜的時陣，甲上帝講：是，主，我要將我的一生交給你，我嘛相信，你要佇我的一生中間成就奇妙的大事。第二，我要甲兄弟姊妹來學習的功課，就是佇今仔日的第一句。哥林多前書第1章的第9節18節，伊講十字架的道理，像這咱信主遮爾久，我敢會當甲恁做一個考試。
你攏莫看聖經，你也莫攏看其他的資料。牧師問你講，你信耶穌遮爾久了後，人來叫你甲伊講，信耶穌了後，你得到什麼種的道理？兄弟，你敢講會出來？是未計是什麼種的道理？叫人做好人，叫人做好事，叫人安那？兄弟姊妹，你敢會當真清楚講，是未計的道理是什麼？兄弟姊妹，咱信毋是干那聽，咱信愛受，真愛有感動。所以，一個信仰的前輩伊講，有個基督徒一世人聽入去攏信佇遮啦，就知影，但是永遠無感動。對遮行到遮，行幾啊十年行袂到。我一句話聽聖經有真多的智慧，真多主張，但是永遠無一個行動。有啥物人要甲上帝講？主耶穌，我願意為你做工人，這真啊講甲袂白上。但是一個上有能力、上有智慧、佮上有社會地位，是醫生、佮牧師、佮博士。伊的老爸就醫生，伊嘛醫生，伊的太太嘛醫生。這個家庭為什麼善家毋是善，是安尼戇家，最後將伊的性命攏獻予別人。這位牧師最後離開世間，是因為伊的主張就是伊做醫生的本分。伊講醫生的本分就是互人減輕艱苦。所以透早佇南投開刀，佇個診所開刀了後，伊個負責人甲伊講：你眯一下，10分鐘、15分鐘嘛好。伊甲伊個太太講：我若早1分到2林基督教病院，我若早1分鐘到病院，患者就減1分鐘的艱苦。兄弟姊妹，這種的醫生歹找，這毋是名醫。但是這就是上帝的路報。我咱佇今仔日個禮拜，咱用這種的這張圖片，這張圖片其實是歷代中間一個真出名的這個神父，伊的名叫做聖法蘭西斯。你捌聽過這個人的名嗎？你若佇咱的教會辦公室，你捌坐咧，你就看一筆祈禱文，迄就是聖法蘭西斯的禱告文。伊講：使我做你和平之子。第一個為主做工人的是啥物人？其實就聖經今仔咱讀的這個哥林多前書的作者，哥林多前書的作者保羅，伊講耶穌為我死，我願意為耶穌來活。所以佇耶穌身邊的人，大家攏是後來，攏是有智慧的人，因為選擇十字架的道理。但是因嘛是工人，因為因選擇甘願為耶穌來死，這叫做十字架的道理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十字架道理真簡單，愛與犧牲，愛與犧牲。耶穌安尼做，咱嘛安尼做。十字架道理真簡單，施比受有福。但是，這個道理在今仔日的時代的人，因無一定同意。你知你同意嗎？今仔這個時代，就是我所有的權益是我自己掌控跟做決定，對不？所以，今麥這個時代，施比受更有福，無拄拄是大家人攏同意，特別無一定大家基督徒攏同意。但是，咱有時會看到講，甲咱無共款的宗教信仰的人，伊嘛同意施比受更有福。因為我佇喜樂寶院的中間募款餐會中間，我看到真多，無論是道教不教，其他宗教的人，因攏歡喜甘願來鬥相共，無人甲伊教講耶穌的話叫做施比受有福，但是因花頭喜面歡喜做喜樂阿嬤做無了的工課，繼續幫咱喜樂來做這個工課。現在今日這兩個功課，望會當通過牧師的分享甲解說，會當帶予咱一個幫助。第一個牧師要甲咱做學習，佮反省思考的就是。咱認捌耶穌了後，咱讀聖經了後，咱靈修了後，你敢真正已經認捌十字架的道理是什麼？十字架的道理對人來講，對世俗人來講，對這世間來講是愚妄的。但是對一個真正有耶穌基督的聽蒙着的人，伊家己當作是道理，是真理。因為耶穌講：我安尼做，恁嘛就安尼做。
所以保羅才講一句話，伊講：我若果癲狂，是因着耶穌基督的愛催逼我。伊講我一生為着耶穌基督的緣故，為着上帝的國度，為着福音的緣故，我大熱心，親像戇人，親像小人，熱情甲擋袂掉。為什麼？因為滿滿的聽是對主耶穌，主啊，你可以聽我遮爾深，這叫做愛的催逼。奉主耶穌的性命，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每一個人攏有主耶穌基督聽摸着，兄弟姊妹。咱每一個人互主耶穌聽摸着，主耶穌若摸着咱的聽就無虛假，咱的聽嘛無勉強，咱的聽是一種自然而然的，就親像蠟條點光，點到了一定光的。天父上帝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改變咱的人生，所以十字架道理講起來真淺，但是做起來真難。願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禮拜，幫助兄弟姊妹，咱甲主耶穌講：我願意，主耶穌我願意。我對今仔日開始要學習，哪來哪親像你，主你幫助我，互我會當成做你的記號。所以今仔日的道理是第一個功課，伫這個所在。什麼叫做十字架的道理？伊講，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對沉淪的人來講是愚講的，因為屬血氣的人伊拒絕十字架的聖潔，屬血氣的人伊拒絕這個十字架伊的道理，屬血氣的人伊感覺只要那是我的就是我的，用家己做中心。但十字架的道理有一個足夠緊的改變。就是互人無擱再用家己做中心，是用伊所敬拜的主耶穌。伊講：你為我死，我要為你活。親愛的姊妹，你敢已經做決定，也願意安尼講阿們啊？主耶穌，你為我死，我願意為你來活。兄弟姊妹，這種的人生無空空，熬計較的人袂贏，特別是甲上帝計較的人是上誤。咱感覺咱足巧，但是上帝若要用咱是咱的榮幸，上帝若要用咱是咱的榮耀，上帝若要互咱有機會，是咱一生中間參與上帝伊個奇妙的作為甲榮耀的事情。賈偉牧師的人生只有54歲，54年外，若勉強講伊是叫做台灣會叫55歲，但是伊雖然死，猶閣咧講話。伊免講話，但是別人替伊講伊的故事。我拄則甲恁分享的遐攏是聽來的。伊最後一篇的講道篇佇啥物所在講道，就是佇台南的北門寺教會。像這咱們一個邀會禮拜去迄個北門嶼有無？佇迄個所在，咱看到賈偉牧師所留落來，已經迄個還有一個醫生因做伙，王俊和也是一個王醫師。因一陣早期的咱台灣優秀的醫生，因攏做一個工作，將醫療帶到偏鄉，特別互遐個無錢通看病的人啊啦，會當受好的醫療甲照顧。因叫做沿海的平民義診，沿海的平民義診。咱台灣是一個拄開始就有足水的前輩的腳跡，原來佇今仔日咱思考一個。伊講這種愚妄的道理，佇上帝看作權能。這種愚妄的道理，佇上帝看作權能。但這個牧師要甲咱解說，戇人、愚蠢、愚拙，這個字伊本身的意思足奇妙的。佇聖經中間咧講起，上帝愚妄比人的智慧較懸。親像佇舊約中間講，我的道路懸過你的道路，我的念頭懸過你的念頭，親像天懸過地。愚拙這個字叫做 MOU， 還是 MUO， 這個字本身伊的真正的字根就是神秘，人看無，人講不出來，人未理解，但是伊其實有價值。所以主要所用十字架將這個愚妄這個字變做伊的奧妙，成做伊的榮耀甲權柄。咱是聽道理的人，咱敢有因為聽這個道理，就更較有智慧呢？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
聖經講互咱聽，毋是牧師講互咱聽。牧師會解說，聖經嘛是有限的，我嘛是讀來。但聖經就是真理的源頭，伊家己將真理解說互咱聽。頂禮拜咱拄過聖經降臨節，咱來逐日攏咧過聖經降臨節，咱來逐年攏咧期待這個聖經充滿對咱生命的祝福。阮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地地，因為屬血氣的人未了解十字架的道理。保羅是一個佇聖經中間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你若認真讀伊的批信，你若認真認捌伊的思想，你就會感覺講，這個保羅是一個真會曉生活的人。伊講一句話叫做好得無比。我寧可即擺目睭開去，馬上就蒙主恩調安息。我會當提開目睭，我就隨看到就是耶穌，真的是好得無比。離開這個世間，甲主耶穌做伙，我的人生不是結束，是另外一個精彩的開始。保羅真夠講生老病死，保羅真夠講生死禍福，保羅真夠講愚妄甲智慧的衝突。保羅講看似一無所有，卻是樣樣都有。很弔詭嗎？對不對？一個乞丐，卻凡事都有，夠無可能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主耶穌面前，咱承受對天而來的天國的福氣，是滿滿的。咱甲主講，主我前未理解，但是今仔日求你的聖神幫助我來理解。要啉清氣的水，就要摕清氣的杯仔來遞。牧師常常甲你複習。因為道理不是聽一擺就會曉，道理要不斷內化，就是你聽了後，你要想，然後你要互伊變做你的品格，變做你的主張，變做你的態度。囡仔歹教，但是要認真教，對不？品格歹造就，但是你要輕輕溫柔，甲你的囡仔苦勸。該指導，該引傳。對起頭，你的囡仔可能該你引一寡你不愛聽的話，不要緊，唔當失去願望。要趁要有光的時陣教你的囡仔，趁你的囡仔要會當教的時陣教你的囡仔。這個世間有偌爾濟悲哀的代志。昨個新聞講一個囡仔嫁到因媽媽較疼因兄弟仔，就為着一領200塊，唔知一領啥個差價兩安哦，我看不清楚。閃過去，為了200塊，抬死老母跳羅竹山。戇人也是巧人呢。所聽的姊妹，主憐憫幫助咱。獨只有屬靈的人，才會當明白這個奧妙。哥林多前書第2章足重要。伊講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，你會記無？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聽，連想象嘛袂理解。伊講上帝為着聽伊的人所備辦的，就是什麼？伊的聖心要入伊的內底，點佇人內底的聖心，就互人有智慧，伊就明白生死禍福，伊就明白佇人生中間該計較的愛計較，無該計較毋免計較。保羅就是這種人，伊計較的是永遠的、可長可久的、永恆的。伊所計較的就是有一日天國福音主耶穌，因若帶我倒去了後，迄就是生命的冠冕。兄弟姊妹，問咱家己，咱的人生計較什麼？榮華名聲富貴，這些物件攏會因為你有一日你什麼名聲嘛無啊？因為到你做退休了後，你心中的銜頭，你心中的社會地位落退，什麼攏無。但是，還有一項，就是咱的靈魂榮耀的開始。退休是準備要見上帝的開始的出發。當咱到有一個年紀開始，咱來學習，準備便要來看咱的天父上帝。有一日到咱耶穌基督耶穌的面前，所以耶穌講：“我所聽的囝兒入來，很高興你回家。”所以，兄弟姊妹，願咱佇主的面前，咱來讀今仔日這話，互咱兩個功課。十字架的道理是一個不容易的道理，因為伊有一份的疼，超出人類會通了解。主啊，你該疼我遮爾深，
這句話其實作者佇大筆的詩篇的內底，伊就講，伊講我抬頭看天頂的日月星辰，我忽然感覺有一種的疼滿佇我內底。我問我家己講，我是什麼人？為什麼？這個上帝這麼疼我？恁會記無？詩篇第8篇。所聽的姊妹，咱聽道理，毋是干咱聽一般的講道，聽袂了解的講道。咱所聽的道理，毋免解說，聖神之外，你就明白。願這個聖神對你講話，因為古早對大筆講話，古早對保羅講話，今仔日要甲咱講話，今仔日嘛要甲你的囡仔講話。所以願咱明白，主耶穌基督用伊的十字架，用伊的活命換咱的活命。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講，我替你死。乖囝，你替我活。真濟父母甘願用伊的血受來換伊的囡仔將來。你捌聽過這種話無？伊的囡仔若破病，攏甲天公伯啊講：主啊，若通我已經年老啊，我用我的血受，互我這個囡仔，伊佇絕症的中間，會當得到醫治。主啊，我甘願甲伊換。咱毋免甲人換，咱的主耶穌已經甲咱換了啊！你相信嗎？你得到啊嘛？我咱伫主的內底，咱甲主講，主這個疼無容易了解，但是毋是通過解說，是通過感動。主耶穌求你伸你的手，伸你的手，放佇我的心頭。2000年來有一種故事，足水的故事，就是2000年來佇全世界逐個所在修道院內底，攏有一群人，有幾個人安尼咧祈禱講。主耶穌求你用你釘十字架的手來摸我的心。這種的故事叫做五商神父。在2000年來有真多這種的故事，無論是修女，無論是神父，因較無會當了解主耶穌的疼，所以因祈禱主耶穌講，互我明白你疼我到偌深。聽講有這種的故事，真正迄個祈禱變作真的，因為最後耶穌將伊的光照佇幾個少數的這種的神父甲修女，因的手中因的光照，因甲耶穌同款，一世人就帶有這種叫做有傷五個修定的相樣，因一世人來體會、來學習，後來才做咱講聖徒，為真濟伊身邊對信仰中間無了解，咧找活命惡夢的人。在傳統的基督教的靈修內底，我讀過幾下個。我細漢的時陣真愛讀這個故事，因為這種的故事會提升咱的生命的高度。這種的故事會讓咱在人生中間，不是為着五斗米折腰，為着假清用來賣命。這種的故事，讓咱感覺講，咱來到這個世間有一個真特別的代志，是上帝，是主耶穌要愛咱做的。這叫做十字架的道理，不容易了解。但是，當你一感覺的時候，你馬上你就了解。無須為咱祈禱，保羅所得到的，伊所講的這句話，嘛是我常常祈禱講，主求你用你的疼鼓勵我。我若果癲狂，是為着基督的愛激勵我。所以，親愛的姊妹，為了你的生命的改變，你會當親像學習牧師，換手祈禱。你講我敢會使？當然可以。你講我敢會使？當然可以。不要懷疑，我們可以為自己按手禱告。那個主耶穌禱告，主耶穌換手在我的心內，讓我足清楚。我若談到迄種的滋味，被愛的感覺，飄飄然。大多按的對頭腦來對照出來，人有一個幸福，就是講，伊直接遇到一件愉快的事情的時候，人的腦會當發分泌某這種的巴多胺這種的物件，這種的酵素在人的腦的中間會帶來這種的講不出來快樂快感。主耶穌靈到在咱的生命中間，比這更加強烈。咱的生命會甲耶穌講。主耶穌，請你唔通離開。主耶穌，請你唔通離開。我要永遠甲你做伙。願主祝福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
咱所聽的道理雖然弔詭，但是它是真理。十字架的道理，這個道理，這個字，佇今仔日哥林多前書第1章18節，伊講十字架的道理，這個字原文叫做 logos， 恁有印象這個字無？什麼意思？道成肉身的道。太初有道，道甲上帝三角地底。十字架的道理，簡單來講，就是十字架的話啦。十字架本身。掛在你的形象，掛在禮拜當中，伊就會講話。我昨看一個故事，家己東門教會，古早是日本時代的留落來教會，接收日本人離開的時陣，台灣人接迄個日本人留落來教會。日本有一種教會叫做無教會主義，就是講因佇因的十字架頂懸，佇因的教會內底禮拜堂內底無十字架。後來一個少年牧師，佇無久之前，就是咱溪州教會出身的胡雪輝牧師，伊祈禱足久，伊甲上帝禱講，主啊，較有迄個教會無十字架，伊無法度理解正的教會是安怎，但是伊甲上帝禱講，伊想要愛佇教會內底有一支十字架。後來上帝不但甲伊幫贊。聽講，毋知是什麼種緣故，伊家迄個十字架，就是一間228紀念的一個建築物內底拆落來的柴，用迄個字筆拆落來的柴去做一支十字架，放佇東門教會。你即擺你若好奇，開車去東門看者，在家己教會，家己的東門教會。但是佫較好奇，你應該好奇講，即個主耶穌敢會當甲我佇地？我會使無十字架，但是我袂使無主耶穌。求天父上帝，甲咱三角地地今仔日個禮拜，獨獨真做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獨獨真做有智慧的人。所以第二個工作，所要甲咱分享的就是天國的福音到底是什麼？我會當為着將來天國的臨到，今仔日拼命認真，拼了所有一切。用所有的一切來換上帝將來到無比的生命的冠冕。求天父上帝幫咱今仔日個禮拜，牧師甲恁講過聖華倫西斯的故事，牧師嘛捌甲恁講過德蕾莎修女的故事，牧師嘛捌甲恁講過梅干姆牧師英國的記者的故事，牧師今仔日佫甲恁講教會牧師的故事，佫有喜樂寶院，這人敢戇人。因攏是世間上優秀的人，但是因甘願將因上優秀的禮物獻予咱，為什麼？因為伊的耶穌甲伊講：“你到遠方去為我做一件美麗的事情。”無論是聖華蘭西斯，無論是這個德蕾莎修女，無論是梅干姆牧師，甚至教會牧師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你甘願你予上帝使用你的一生？主幫助我，毋是做一個聽道理的基督徒，予我做一個傳道理的基督徒，活道理的基督徒，活出來十字架道理的基督徒。主幫助我，為主做工人。咱這陣工人，我閣講，咱這陣工人，牧師拄則甲咱解釋講。上帝的愚拙勝過於人的智慧。牧師閣解說這個字，這個字的愚拙的字根其實就是神秘奧秘，還是啞口無言。就是佇一個真理，佇一個燦爛，佇一個榮耀、足水的境地的中間，你可能會嚇呆了。你看到上帝對天降臨，你嚇呆了。你看見天使對天降臨，天為着咱開，天使講有耳孔的人就聽，嚇呆了。愚拙這個字就是講，已經無擱再會當用人的語言來形容迄種的智慧。也即咱攏平凡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牧師嘛承認我是平凡的人，所以我攏甲有友講，恁爸爸吼的個性會當用一個圖像來形容，就親像一隻牛啊。我毋是真巧的人。但是我都親一隻牛，我若要去的方向，我慢慢的行，慢慢的行，慢慢的行，我一生
一定要甲行到到。或者你是牛啊馬，不管牛啊馬，咱攏基督徒。主幫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個禮拜，咱甲主禱講。主啊，今仔日個聖經會當帶互我什麼種個信息？主啊，今仔日個聖經會當帶互我什麼種個信息？第一，牧師要邀請咱來學習的一個功課。佇凡事頂懸認定上帝，佇凡事的頂懸認定上帝做你的主。聖經講，除了你以外，我無別的上帝。兄弟，你講阿們嗎？自從我洗禮了，我絕對無擱再舉香，我無擱再祭拜，我嘛無擱再拜其他偶像。佇凡事頂懸敬拜上帝。注意聽箴言第3章第5節到第7節。第5節安尼講，你就專心倚靠上帝，唔通倚靠你家己的牛，就專心倚靠上帝，倚靠耶和華，唔通倚靠你自以為是的聰明。第二，伊講，佇一切所行的事認定伊。也這是牧師今仔日邀請咱學習思考，繼續讀去了，擱做功課，讀去了，擱祈禱，一直到有一日你忽然講，主啊，我了解啊，原來過去我讀無的，今仔日我知影，原來你就是上帝。這個認定這個字，佇白話字頂懸沒有認定的定啊。認伊做上帝，認伊做上帝，但是佇和合本的聖經、中文的聖經是認定他，佇一切事凡事上認定他。原文叫做亞大，亞大這個字伊的意思是知道。我知道你雖然看不見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這個禮拜。唔通看家己最聰明，不要自以為是。當敬畏耶和華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，認識至聖者，便是聰明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。第二個，十字架的道理。求聖神幫助我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榮耀。你捌唱過這條歌無？當年的受難酒，咱攏唱着歌。十字架，成是我的榮耀。阿門。牧師唔敢唱正常濟，因為牧師吼，我感覺我這個拿後可能只有當講到70歲，因為到這個年紀開始已經愈來愈燒聲。講主啊，上無互我當到70歲。哦，迄個時陣封閉封神不要緊。上次我若當講到70歲，我就心滿意足。有一種詩歌是對內面唱的，唔是用嘴巴唱的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十字架道理佇沉淪的人看做有光，獨得救的人，看伊做上帝的權能。十字架就是一個權柄，所以有的人講，當你若拄到迄種艱難的道路上，你就抓條十字架。你若拄着行的時候，你就用十字架趕鬼。十字架不是只是一個叫保身符啦，護身符不是。十字架本身就是上帝的權能，有形無形，攏是上帝的權能。願這個十字架佇你的行徑，願這個十字架佇你的心內，願這個十字架佇你的生命，直到生命的盡頭。兄弟姊妹，常常把你的囡仔畫十字架，常常嘛，在你的身軀頂懸畫十字架。有當時我們做工課不要做，我手掌心畫十字架，你講哦，牧師你好愚蠢，你是做這種什麼動作，真奇怪。咱愈不要做的工課，咱愈需要上帝甲咱做。有人畫十字架就是講，上帝我不會做歹代志，上帝我不愛講歹話，上帝遐垃圾的代志我不愛想。啊，這恁知影無？當咱認定伊的時陣，咱安尼動作就是提醒咱家己。我分別為聖，上帝我不愛有迄個情慾，迄種的念頭來誘惑我。上帝我的嘴對起來開始要講祝福人的話，我不愛講甲人安那羞辱別人，罵得他體無完膚。安尼哦，我贏，這種贏無啥物意思，逞一時之快，逞口舌之快。求主幫助咱的一生中間，因為上帝的話足長，伊講上帝歡喜人
用十字架道理，就是用這個宣傳，別人看作愚公的。希臘人聽人咧傳福音、傳耶穌福音的時候，因感覺真好笑這群人，因為阮希臘人是什麼？及時行樂的文化。希臘的文化是一個真特殊的文化，所以因真困難了解什麼人叫做為人犧牲。希臘人誇口自己的體態，希臘人誇口伊藝術雕品，希臘人誇口伊真強健的運動的能力，但是因所看輕的十字架，確實是耶穌基督的學生征服羅馬帝國最大的權柄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保羅講：有人求神蹟，有人求智慧，獨獨我傳頂十字架耶穌。這就是這個背景啊。拄則無說咧形容迄個羅馬時代、希臘的時代，為什麼保羅會安尼講？伊講迄陣，互羅馬帝國所統治的猶太人，用要做奴隸猶太人，因求什麼？聖經五經內底的智慧。因甲壓迫希臘人，因咧追求什麼？神蹟奇事啊，不，猶太人求神蹟奇事，希臘人求智慧。但是我只有誇口一項，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。願主甲咱帶領，願主的聖神引導咱，互咱當明白，原來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智慧，他的奧秘，他的權柄。也願咱的家族，因為這個十字架到代代無盡，因為這十字架，咱的子子孫孫，攏對主耶穌基督領受十字架的榮耀。所以今仔日，牧師要甲咱講兩個功課，求天父上帝賞賜咱智慧，會當明白十字架的道理，就是耶穌基督的權柄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伊的面前，第一項事，咱來做一個決志。咱佇咱的心內，咱甲上帝講：對今仔日開始，我的一生交託給你，或生或死，我活着都是耶穌。原來一生為主來活，兄弟姊妹，你願意安尼選擇你的人生嗎？你敢願意安尼陪你的囡仔為耶穌而活？咱過去所選擇的，無一定是耶穌甲咱量身定做的。咱過去所選擇的，無拄拄是耶穌甲咱量身定做的。但是今仔日，咱每一個人要有機會，甲主禱告，主，我要有一個量身定做的生命，還來得及。求主幫助我，佇一生的代志頂懸認定伊。因為真捌主耶穌，所以咱生命改變；因為真捌上帝，所以咱生命改變；因為真捌聖經，所以咱的主張改變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主，互咱有一個感動，講主我願意。無論好野善，無論名聲地位，無任何人會當代替我的主耶穌。我的書房中間，我是甲陳牧師共用，所以我呢無共款的角落。伊落來聖經放佇咧書架的頂懸。有一擺，毋是有一擺，有時我也無注意，將一寡我的一卡其他用品，甲伊放佇陳牧師的聖經頂懸。伊講，不准你把這個雜物放在我的聖經上面，因為我從小的時候，父母就教我講，聖經是至高無上，所以佇你的書架頂懸，絕對袂使用其他的小說啊，其他的什麼物件，擱甲缀佇頂懸。這就是認定的小動作。當咱認定上帝的時，咱的生命會開始產生一種很具體的行為。兄弟姊妹，願聖神感動你。當你認定上帝了後，你採取什麼種的行為來表現你認定上帝？願天父上帝幫助。第一，認定代表主權的交託，甲上帝講：主我願意，無論大事小事，攏落你決定。婚姻事業讀冊，佇大事小事，攏主你認定。主佇阮的教會中間，無論宣教的任何策略，佇宣教的時間，攏佇你決定。阮靜靜聽，阮靜靜等。主你若講向右，
我們就向右；你若講向左，我們就向左。主，你若講向前走，我們就向前走。大事小事認定上帝。現在你感覺這段教會敢有將這樣代志認定上帝？我哪會當寫回憶錄，但是我絕對袂寫回憶錄。因為我從少年我就決定，我絕對無要寫我的回憶錄。回憶錄和上帝講就好啊。有真多人愛寫家己的回憶錄，太精彩了。但是我回顧佇這段甲恁做的生活中間，咱的教會一路走來。無這樣代志是我甲陳牧師量身定做想出來。上帝是每一個階段，伊感動咱的教會。舉一個的教育館，教育館原本牧師的設定是要做一個教育中心，迄是小秘密，我家己知就好。但是當咱去了後，彰化縣政府縣長講，有誰能夠來幫助教育處？做中輟生的工作，主要說將這個建築物摕倒去，無償給教育處使用，對2022年到今仔日，然後彰化縣政府的教育處無償的使用咱的教會的建築物到今仔日，什麼人決定？上帝決定。親愛的中職同工，親愛的兄弟姐妹。恁敢願意這間教會永遠予上帝決定，伊要怎樣使用這間教會？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將咱的主權交出來。凡事頂懸祈禱，凡事頂懸詢問。主啊，那是你下一個階段你要做什麼工作？現在咱敢要為着這間教會下一個階段祈禱，講要做什麼工作？咱教會要為着這間教會慶祝100週年的時候禱告，恁會記無？咱的青年寫張一張作水的卡片給牧師，講教會100週年的時候，牧師還要跟我們一起慶祝100週年。兄弟姊妹，在凡事大事小事頂懸認定上帝。什麼叫做認定？意識到伊的同在。我的上帝教我說。有人看，無人看，我的上帝攏知。無論你咧做啥物代志，你攏意識到，通唔通？為什麼？因為主佇你的生命的藍圖內底，上帝的聖神佇你的旅途的過程頂懸，你攏意識到這個上帝佇你的身邊，你唔敢放肆，你唔敢隨便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今仔日禮拜中間，咱聽伊的話，也佇伊的話，誠做有智慧的人，敬畏耶和華離開歹代，敬畏耶和華離開歹代。過來第二個，我要跟咱做分享的就是認識十字架的道理。牧師擱再做一個回憶，拄則我有講過，但是我擱再解說一解互咱聽。十字架道理是代表什麼？十字架道理就是十字架所講出來的話，主要說。遍行逐所在，傳天國的福音，有無？伊學生聽到了，就該寫落來，叫做福音書。十字架道理，這個字道理叫做 logos， 就是主耶穌捌講過的話。伊講我去是要為着恁避難所在。這句話咧講啥？耶穌佇最後的晚餐的時候，伊甲學生講：我要離開恁，但是我離開恁的時候，是要甲恁避難一個永生的地方。我死了後3日要閣活，主耶穌所講的話，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伊雖然聽起來真奇怪，但是戇人聽有，巧人聽無。十字架道理，戇人聽有，巧人聽無。那決定為主做戇人的人，伊就聽有十字架道理。但是那為着家己的榮華富貴，咧無用的巧人，伊就聽無這個十字架道理。很吊詭嗎？真吊詭！你是聰明的人，還是愚公的人？誰說了算？上帝甲你，你甲上帝參詳，你是心中的人。帶你的囡仔甲上帝參詳，你是巧人還是戇人？求天父上帝幫襯。智慧的開始是被愛，被愛的人才懂得十字架的道理。咱先甲上帝討。無過分，互我經歷到
你長闊高深的愛。就親像曾牧師佇今仔禮拜中間，從我讀迄句保羅所講的話：“我若果癲狂，是因着耶穌基督的愛催逼我。”年輕人不瘋狂枉少年。年輕人要找到一個祭壇，你能夠為了這個你所下定的決心跟目標，全力以赴。求天父上帝賞賜恁，賞賜咱每個人攏有份。對少年到年老，每個人攏會老，有一日，但是每個人攏有開始，嘛有終點。求天父上帝幫咱去今仔日的禮拜，上帝讓咱會當了解。我寧可在神的面前謙卑自己，因為上帝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，上帝的念頭高過我的念頭。我選擇做工人，小偉牧師最後一擺講道，但是不是我今仔日最後一篇講道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上帝讓咱不斷學習信仰的前輩。上帝歡喜用耶穌所宣講的迄個十字架，世間人看着愚妄，但是以彰顯上帝的榮耀跟全能。求天父上帝將這種的祝福放在咱的內底。在主的面前講，主，我知戇人才是有智慧的人。主，我知戇人才是有智慧的人。主引導我，咱同心來祈禱。真理的上帝，歷史的主，對永遠到永遠，你是上帝。你無起頭，你無煞尾。你有少年人得到智慧，你嘛予老人得到恩望。主，你所賞賜的是一個滿足的喜樂。所以，在你面前當心做禮拜，我聽到你最聖道的故事。我嘛讀了你聖經所講十字架的道理，主幫助阮，互阮明白，這個道理原來不是知識，這個道理原來就是活命。主互十字架的道理變作十字架的活命，在阮的一生。我咱來懇求基督，我可以說你的聖名求，阿們。